啊，OK，我哋開始啦。我都未試過上堂係會坐到咁樣嘅。OK，如果我平時上堂都係咁，就非常之好。咁首先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中文大學物理系嘅呢個最後一場嘅 admission talk 啦。咁我係練立明，就係物理系嘅其中一個老師。嗯，喺嚟緊可能半個鐘左右嘅講座咧，主要我哋其實係有啲 feedback 得唔得？主要咧，其實我會係集中可能係介紹我哋個理論物理精研4690 JUPAS 4690呢個課程。咁我都會講少關於4601關於理學院大類收生嗰個渠道，你入嚟讀物理，其實有兩個渠道嘅，一係就係 full 大類收生理學院4601，另一個就係理論物理精研啦。咁我一陣會講多少少佢哋個分別啦，或者嗰個相似度啦。咁好啦，我唔知有幾，我相信大部分同學或者係家長都係可能好早你已經嚟咗成日㗎啦，係嘛？可能已經係 explore 咗中大好多地方。咁如果你未去過我哋下邊崇基學院，即係喺地鐵出嚟嗰個未圓湖咧，咁你應該一陣落去嘅時候就行個圈，跟住就完成今日嘅旅程啦咁。咁今日應該就冇咁靚嘅，因為一定係人山人海啊，亦都啲葉就應該未紅嘅。不過如果你過多一個月左右之後再嚟，咁你應該見到會比較靚啲嘅。咁你會見得到我哋我唔知你 explore 咗幾多地方啦。我哋大概喺呢個位置啦，中大嘅科學院科學館嗰個範圍啦。咁你哋有幾多人去過合一亭啊？已經？今日應該唔係今日應該全部都係人頭嚟嘅，呢個唔會咁靚噶啦，喺新亞上邊。OK，咁我中大係其中一個喺香港歷史悠久排第二嘅大學啦。你知道，即係港大就係最老嗰個啦，係咪？咁而中大開始嘅時候係其實得三個學院，因為中大比較特殊係我哋有學院制嘅。咁開始嘅時候係有新亞啦、崇基同埋聯合呢三個書院。咁去到1986年40年前咧，就多咗一個逸夫書院。咁我哋一般統稱呢四個就係一個我哋傳統嘅四大書院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已經嗰個書院嘅數目咧就係去到有9個啦。咁可能你已經亦都今日參觀過唔同嘅書院，去過睇下佢哋啦。咁我哋亦都有9個 faculties 啦。我哋物理係就喺中大理學院嗰度，即係基本上呢度就係理學院嘅大範圍嚟㗎啦。咁我哋物理系其實亦都係中文大學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學系之一，基本上係開校嘅時候已經喺度咁滯㗎啦。而你哋依家坐緊呢個科學館嘅範圍，我哋俗稱叫做飯煲呢個東西咧，即係呢嚿嘢叫做，即係佢類似一個飯煲啊。咁所以我哋一般都叫做飯煲啊，因為我哋喺飯煲入邊，即係你飯啦，係嘛，或者係飯桶啦。咁咁我哋物理系個大本營咧，就喺呢個所謂科學館，不咗就係你出去跟住喺呢一邊，即係所有老師嘅辦公室啊、實驗室啊，主要喺呢個區域啦。咁另一邊咧就喺後邊嗰邊就係科學館嘅南座，就係主要係化學系嘅老師啦、同事喺嗰度。我哋物理系亦都有一啲同事嘅實驗室咧，就喺逸夫嘅科學大樓，基本上直喺隔離嘅啫。咁你如果喺今朝早可能搭巴士上嚟嘅時候咧，你可能會見過呢個五顏六色嗰個，即係有五顏六色窗嗰個 building，就係嗰個逸夫科學大樓，就係比較新嘅大樓嚟嘅。OK，咁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咧，中文大學物理系就大概差唔多已經有40個老師咁滯。咁喺我讀書嘅年代咧，我係大概90年代尾咁滯啦，喺呢度讀書啦。其實應該係90年代中。咁嗰陣時就老師嘅數目少一截嘅，可能得20幾個，咁30個都應該未夠。咁今時今日已經 expand 咗好多。咁好啦，咁點解你要想讀物理咧？OK，咁第一你就要問下自己，你對呢個世界或者你身邊你見到嘅大自然有冇興趣？例如最簡單到係你有冇曾經問過點解個天係藍色啊？或者點解
喺黃昏嘅時候，你望個太陽嘅時候，又會傾向紅色，好似變咗顏色咧？呢咁簡單嘅問題，如果你有問過嘅話咧，即係表示你符合咗第一個條件啦。OK，就係第一個條件，你就對呢個宇宙或者係大自然有好奇心。如果你對個大自然冇好奇心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唔應該讀物理嘅。OK，咁你坐低喺度應該係即係你未必係有興趣，真係第日都想讀物理，不過可能係純粹聽下啊物理係想讀啲咩嘅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就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讀物理，咁你可能希望第日想做科學家，可能做物理教授，或者係學完物理之後去翻中學教物理啦，做你嘅即係做翻好似你依家物理老師嗰個角色啦，或者甚至乎係工程師啦，金融分析師啦。OK，你可能會有啲同學或者家長話：誒點解讀物理會同金融有關係咧？其實 turn out 咧，去研究股市或者金融咧。高級嘅研究咧，係涉及好多科學、好多數學嚴謹嘅方程。咁物理出身嘅人咧，好多時咧讀完個物理博士學位咧，好多時佢如果佢唔係繼續做學術咧，有時佢可能會走咗去做金融或者係投資銀行，做一啲非常之高級嘅計算。咁嗰啲係非常之賺錢嘅項目嚟嘅。OK，咁但係亦都係好困難嘅項目。好多時有啲咁嘅畢業生可能做咗2年3年咧，已經 burn out 咗，跟住就轉行。OK，咁當然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啦，例如係你可以成立一間科創公司啦。有同學即係近呢幾年亦都有同學一畢業跟住同啲志同道合嘅同學或者朋友啊，成立一啲公司啦。咁究竟會唔會成功走啊？咁啊睇你做法啦，當然係嘛，即係唔係個個都會變標機嘅嘛，係。咁我喺呢度就唔即係 hard sell 自己我哋物理系啦。咁但係如果你應該問下你個老師啦，或者如果你學校有啲師兄師姐係入嚟中大讀物理嘅，OK，或者係同比較熟悉中大物理嘅朋友或者係師兄師姐咧，咁你可以問下佢哋嗰個反應啦，或者係 feedback 啦。咁其實我相信咧，即係呢個係一個fair 嘅一個 statement 嚟嘅，就係中大物理出咗名嚴謹，即係易入唔係易入嘅，其實難出就一定係 OK。唔係表示你入嚟啊，即係分唔到業啊，但係確實我哋物理嗰個 training 係我相信係喺香港入邊咧首屈一指，對物理學生嘅要求係比較高 OK。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希望個個同學大部分希望入得嚟有興趣讀物理，到最後係即係好似入嚟少林寺咁樣打木人汗咁，個個都係一個尖兵咁出翻去。無論你第日係會唔會繼續做科學研究都好，希望喺物理呢4年嘅 training 入邊咧，training 入邊你係可以學到一啲比較嚴謹嘅邏輯思維啦、數理思維啦，可以應用到去唔同嘅範疇領域度啊。OK，咁我哋頭先我講過啦，中大物理系係其中一個比較老嘅，即係喺中大入邊一個老嘅 program 嚟。咁已經60年，咁我哋已經 train 咗係差唔多有3000個學生。咁而喺近呢10年8年，其實基本上啲畢業生咧，大部分有差唔多一半咧都會繼續升學嘅，可能繼續係留喺香港讀碩士啦、博士啦，或者係去外國讀博士啦。咁你會見得到過去幾年亦都有唔同嘅同學去咗啲非常之好嘅學校啦，例如劍橋啦、牛津啦。美國嘅帕拉萊分校啦，英國嘅Imperial College 啦，帝王學院啦，等等等啦。咁近呢2年就比較多同學係其實去咗歐洲。咁我啱啱有一個 undergrad 嘅學生跟我做研究，啱啱今個月度先至去咗德國，喺慕尼黑大學讀研究員。咁其實我哋今年應該以我所知有3個同學去咗德國讀書繼續。咁因為我哋 train 咗咁多同學啊嘛，係咪有成3000人？咁其實去到今時今日，仍然都有好多我哋嘅校友係做緊科研，亦都做教授啦，做老師啦，等等等啦。中學老師亦都有唔少啦，有成
差唔多400幾百個中學老師喺香港係中大物理培訓出嚟㗎啦。有可能在座嘅同學，你嘅老師都可能係我哋嘅一份子之一啦。咁喺外國或者係本地嘅做物理教授嘅，亦都有50人左右咯。OK，咁好啦，咁我哋物理系嘅同學咧，非常之傑出嘅，好多都 OK。咁而基本上差唔多每一年都有同學攞一個我哋叫做香港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獎學金，叫做創新科技獎學金。咁你可能唔係好知創新科技獎學金有乜大不了啊？個銀碼好非常之大嘅，某種程度上叫做15萬係幾大嘅銀碼嚟嘅。咁而呢個獎學金咧，就係俾香港8大院校嘅學生去申請。咁係每一間學校去推薦一啲學生，然後到最後咧，佢哋要經過面試等等等，然後先至攞得到。咁每年係20幾個獎學金，全港8大喎。咁今年有25個獎學金頒咗。中大咧就攞咗8個，係香港最多攞呢個獎嘅學校。排第2嗰間學校我唔講係邊個啦。咁有5個 ，OK。咁我哋物理系就有1個，所以係我哋全中大入邊有8個同學攞呢個獎學金，我哋物理系其中有1個同學攞咗，所以係我哋傑出嘅學生係非常之傑出。咁而當然啦，除咗呢個即係比較特殊嘅呢個比較即係競爭性大嘅獎學金之外，喺大學入邊啦，或者我哋物理系入邊咧都有唔同嘅獎學金啦，啲同學亦都可以攞得到啦。咁例如有我哋物理系自己嘅楊振寧教授嘅獎學金啦，嗰啲銀碼細好多，不過純粹係即係表揚啲同學，可能係佢個學業成績好啊，或者係做研究或者係等等等唔同嘅領域入邊嘅才能啦。OK，我哋有興趣物理唔係講錢噶嘛，我哋講天上有幾多星星噶嘛，天文數字係遠遠高過呢個銀碼噶嘛。咁好啦。咁我哋啲同學其實仲有好多渠道去參與一啲好大規模嘅世界級嘅研究啦，例如歐洲嘅粒子加速器嘅研究，我哋每年都會有啲同學去嗰度參與一啲 summer research 嘅 program 去做研究啦，或者係重力波嘅研究啦，喺美國或者嘅 LIGO 呢個 detector 啦，仲有喺我哋附近嘅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啦，呢個燃氣啦，或者係其他嘅天文觀測或者係理論嘅大規模嘅合作組織嘅研究啦。咁亦都係我哋好多 undergrad 嘅同學已經係好早期，可能喺1、2、3年班開始已經係去接觸啦，跟啲老師做研究啦，亦都有時可以 publish 一啲非常之好嘅文章。咁好啦，簡單介紹少少啦。如果你真係有興趣讀物理，有幸入到嚟，唔知有幸定唔好彩啊！俾我呃咗入嚟咁入咗嚟之後，大概你會有啲咩讀咧？咁基本上喺1、2年班咧，有一啲叫做大學物理嘅東西你要讀嘅。咁啲係咩嚟？其實就類似咧，你喺中學嘅時候讀 DSE 或者 IB，咁你會每一個物理嘅領域，即係例如力學啊、電磁理論啊，都會學啲噶嘛。咁你大學物理咧，基本上就係再重複一次，不過咧就係數學嘅要求要高啲，例如係特別要求需要用微積分呢個數學技巧去解決物理問題。因為依家今時今日中學嘅物理咧，基本上唔需要同學識微積分嘅。咁但係真實世界咧，真實嘅物理咧係一定要需要微積分嘅。OK，咁跟住你去到高年班啲就會再學力學啦。當然就比你中學或者喺大學1年班學嘅力學就會再深入啲嘅，你可以想象。因為其實物理教育咧就好似打機咁嘅。點樣打機咧？就係你要過完一關再一關，即係你要喺1年班讀完一個力學，你考完試 pass 咗咧，先可以去到第2關。2年班又再學一次，不過再深入啲去學。咁如果你 fail 咗咧，咁啊慘啊！跟住你下一年咧又要再 retake。OK， 你 retake 完先可以再上一層樓，所以有某種程度上咧，物理嗰個 training 即係我哋個成個架構咧係幾嚴格嘅。OK，
咁啊，如果你聽坊間嘅，你都喺上網啊，你會聽到好多即係關於我哋物理係點樣去即係讀物理幾痛苦啊！有啲同學真係會覺得痛苦嘅，特別係如果你冇興趣或者係你能力有少少不逮，但係你又唔勤力去將勤補拙咧，係會幾慘㗎。OK，咁啊，咁可能你呢度有唔同嘅科目啦，特別係去到高年班啲嘅時候，就有啲所謂專修嘅科目係乜嘢咧？Elective 就係例如有粒子物理啦，或者係高等嘅量子力學啦，或者係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啊，呢啲咁嘅選修嘅科目你可以揀啦。咁啊，呢度有一啲不過呢個我睇下可唔可以整走佢先？我整咗上邊先。呢個有個數字咧，俾大家參考。咩嚟嘅咧？就係如果你入嚟中大讀書，你到最後你要中大畢業，咁你需要係123個學分。咁對於中學同學嚟講，唔係好知咩叫做學分嘅可能。簡單啲嚟講咧，你一個學分就表示你讀嗰個課程咧，平均嚟講一個禮拜上一個45分鐘嘅節，咁啊叫做一個學分。咁你上足13個禮拜一個學期咧，咁你就攞咗一個學分啦。假設你冇肥到喎，咁啊一般嘅物理嘅嗰啲課咧，即係例如我簡單嚟講，經典力學咁，通常要一個叫做3個學分嘅課，即係平均嚟講咧，你一個禮拜咧係上3節，其實係多過3節嘅，因為我哋物理咧就係好多時咧就係3個學分咧係要再額外多啲嘢，啲同學係有賺嘅 ，OK？或者你問呢度呢啲同學 helper 調翻轉，佢哋就話蝕咗嘅，因為讀三個學分，但係做多個比其他人做多啲嘢。咁啊，但係 anyway 呢個數字就係到最後咧，你儲夠分咧，你就可以畢業啦。但係如果你想係作為物理畢業咧，咁你會見得到係有2種顏色嘅數字喺度。第一種顏色係綠色嘅顏色係47分，呢一個係咩分數咧？就係一啲 compulsory 你一定要讀嘅物理嘅科嘅學分嘅數目47。如果你係經理學院大類收生4601入嚟嘅同學，咁你就有47個學分係 compulsory 一定要讀，跟住咧呢個24個學分就係你可以選修嘅科目。OK， 調翻轉咧，如果你係經理論物理精研入嚟嘅同學，咁你會發現咧，你 compulsory 一定要必修嘅物理嘅科咧，嗰個數字係高啲嘅。OK， 57分相對於47。點解？因為你係理論物理精研，我哋係希望呢啲同學到最後大部分都會係繼續升學做科學家，貢獻人類嘅。OK， 包括埋國家當然。咁所以我哋係要求規範佢哋係特別有一啲好嚴嘅，即係高級啲嘅 course 咧，係一定要讀嘅。OK， 咁啊，所以佢哋嗰個自由度相對細啲啊，所以你會發現佢哋57個必修嘅科目跟57個學分，跟住佢嘅選修嘅可能性係低咗少少啦，即係變翻得翻15個，所以到最後計數咧，無論你係理論物理精研入嚟，或者係大類收生入嚟讀物理嘅同學咧，其實你嗰個物理要求畢業嘅學分咧，基本上係一樣啊，就係71同72爭1分嘅分別嘅啫。咁啊，嗰71同72 cover 唔到呢123個學分噶嘛？嗰123個學分咧，其實就係包埋你入嚟中大仲要讀啲通識啊，或者體育啊，或者係中英文呢啲咁嘅，基本上係大部分人都要讀嘅嘢嚟噶。所以加晒呢啲嘢之後，再加埋物理嗰70分咧，71、72分咧，咁你就可以畢業啦。OK， 咁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啊好啦，咁我講多少少關於理論物理精研，我哋 expect 呢啲同學入嚟嘅時候係精英，出嚟嘅時候都希望佢哋仍然都係精英噶。OK， 咁當然有特例啊。咁啊，呢個真實世界係咁殘酷嘅，係有特例嘅。即係你就算喺你個中學入邊係最叻嗰個入到嚟，可能你會發現自己係平平無奇。你即使喺中大係最叻畢業嗰個，你發現你去到美國讀書嘅時候變得平平無奇，始終係會咁嘅。OK， 咁啊，我哋呢個 program 理論物理精研呢個 program 基本上咧，由一開始都到依家都已經應該過咗差唔多10年。由一開始有嘅時候咧。到依家基本上每年都喺我哋中大嘅 Top 10嘅 program，即係收生嘅成績 Top 10。
所以你可以想象唔係容易入嘅 program 嚟，即係理論物理精研。咁我一陣會講多少少，例如我哋啱啱今年啱啱入嚟嘅9月入嚟嘅同學，佢哋嗰啲數字咧，嗰個分數嘅數字啦。咁啊，你應該咩情況之下你應該要揀呢個啊？第一，你又係能力足夠啦，物理同數學係好啦，係咪？標青啦，你亦都當然係要需要非常之對物理有熱誠有興趣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係越早 group 埋呢啲同學咧，凝聚一個 critical mass，令到你係可以有啲志同道合嘅同學可以傾偈或者係學習物理。有可能你喺中學嘅時候淨係得你係對物理有興趣嘅，個個覺得你係怪人嚟嘅。咁啊，依家個個坐喺度都係怪人，咁啊好開心。OK，咁啊，而且咧呢啲同學即係理論物理精研嘅同學啦，就會盡量希望俾多啲係所謂早啲可以令佢接觸研究係乜東東嘅一啲咁嘅渠道俾佢哋。OK，咁所以如果係有志係希望做科學家，咁其實而且你係有能力嘅話咧，咁你應該係早啲揀理論物理精研，早揀就早享受。OK，假設你入到嘅，咁啊好啦，如果你入到嚟做讀物理，無論你係理論物理精研嘅同學啦，或者你係輔理學院大類收生入嚟嘅同學，你都可以有唔同嘅可能性。OK，咩唔同嘅可能性咧？就係例如你係 exchange 啦，我哋有一個叫 SURE 嘅 program，可能你之前都聽過，就係一啲 summer exchange 係咩嚟嘅咧？就係通常係一啲2、3年班嘅同學，佢喺嗰個暑假，例如3年班升4年班嘅暑假啦。咁啊，會去美國或者歐洲或者係日本啦，一啲唔同嘅院校或者研究機構可以做一個暑假嘅研究項目。OK，跟嗰度嘅老師或者研究組做 research 啦。咁啊，呢啲都當然就唔係個個都有得去嘅。坦白講就係一定係例如你個成績好唔好啦，第一個有一個條件啦，係咪？成績即使係最標青都唔一定有得去，因為仲要經過成個 committee 嘅一個老師成立嘅一個 panel interview，覺得你真係適合 OK，咁先至會送大家去。因為你哋去出邊就係代表我哋中大物理系 OK，咁所以我哋係把關非常之嚴謹，即係有時就算係如果冇合適嘅 candidate，就寧願唔送好過送一個唔達標嘅。咁啊，Opus 呢個第二個活動咧，就係集中喺美國帕萊分校同埋內地復旦大學。咁啊，呢個有啲咩唔同咧？同上邊嗰個 SURE，上邊個 SURE 呢個 program 就係做一個暑假嗰幾個月一個 research。咁但係 Opus 呢個 program 就係你去例如帕萊啦，美國帕萊，你讀一個學期，通常都喺下學期。你去嗰度讀一個下學期 take 嗰啲 course，OK，同嗰啲同學一齊考試。咁跟住咧，完咗個學期之後咧，喺暑假再喺嗰度留埋個暑假，跟嗰度嘅老師做研究。咁就係一個 Opus 呢個 program 嗰個同上邊 SURE 嘅分別。OK，即係呢個係相對長時間少少嘅。OK，或者係復旦大學啦。不過我哋大部分嘅同學都傾向係揀去美國噶啦，係咪？咁好啦，咁可能有啲同學未必真係特別想做科學家喎，可以㗎，唔一定要個個都做科學家㗎，係咪？咁你可能係純粹有興趣有熱誠，第日做老師，中學老師。咁我哋亦都有相關嘅可能性俾大家，例如呢個 STAR 嘅 program 就係有啲同學佢係會即係我哋揀選咗合適嘅同學，如果佢有興趣，咁去本地嘅一啲唔同嘅中學。做一啲 TA， 咁喺嗰度有一個負責嘅物理老師會帶住大家，跟住可能你幫手啦，或者係可以上堂啦，去做一啲 demo 啦，教中學同學啊。OK，咁等你有個感覺，中學老師嘅生涯係會大概係點樣啦？係，不過你都知嘅，你做中學嘅同學，你都會知道中學老師可能係對住成班唔係咁乖嘅同學會發生咩事啊咁啊。咁中學老師嘅生涯，你應該可能體驗得到少少。咁仲有唔同嘅實習嘅計劃啦。咁我唔詳細講啦。例如香港天文台嘅實習啦，我哋每年都會有啲同學去嗰度 exchange 做 intern 啦，
或者係科學館啦，太空館係做一啲科普嘅活動呢啲咁嘅實習計劃啦。再大規模啲嘅，即係再宏觀啲嘅，就係喺大學嘅 level 嘅一啲 exchange 啦。即係上邊呢幾個主要係我哋 department 物理系入邊。咁下邊呢啲就會係大學嘅 level 嘅所有同學都可以係報參加嘅一啲 exchange 嘅活動啦。當然唔係個個都有得去嘅，啲全部都你會知道係會經過一啲篩選啦、你嘅成績啦，同埋 interview 呢啲咁嘅嘢。OK。咁呢啲純粹有一啲數字俾大家睇啦。例如我哋基本上過往 keep 住都會係大概有我哋 undergrad 嘅同學有3-4成都會係參加過唔同嘅一啲，例如 summer research 嘅 intern 啦，或者出去做一啲，例如太空館天文台頭先我講過啦，或者係中學入邊參與呢啲唔同形形色色嘅活動。OK，depend on 嗰位同學嘅興趣，有啲同學佢想做研究嘅，咁佢可能參加一啲係 academic 啲嘅 exchange 啦。有啲同學係有興趣係推廣科普嘅，咁可能會參與一啲科學館啊或者太空館嘅活動咯。或者係中學老師，咁你去中學去做實習嘅老師咯。好啦，咁呢一版咧純粹係唯一版，我會講少少關於大類收生。即係記得我一開始嘅時候講，如果你有興趣入嚟讀物理，有兩個渠道，即係 JUPAS 你一係報4601入 faculty，即係理學院先。咁如果你入咗 faculty，咁嗰個成績要求咁就留待，如果你即係有去過我哋 faculty 理學院嗰個 admission talk，咁你會多啲資料啦。咁我喺度想純粹講嘅就話，如果你係 full 4601大類收生入嚟嘅同學，咁你點樣可以成為我哋物理系嘅一份子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你入咗理學院咧，基本上咧喺唔同嘅時段咧，你係可以填一啲即係表格，你係可以所謂 declare 我哋 physics 做 major。OK， 咁有啲唔同嘅時間，有啲唔同嘅條件嘅。例如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如果你係 DSE 物理有5或以上嘅，咁其實你可以喺早啲嘅時候即係喺開學冇耐就可以 declare。如果你冇達標，冇呢個成績，咁都唔緊要嘅。喺遲啲嘅時候，你再可以填。基本上只要你入咗嚟中大理學院咧，只要你願意咧 ，OK， 咁就得噶。OK， 得唔得？咁我呢個唔詳細討論啦。咁反而可能係比較多同學可能有興趣係理論物理精研。咁點啊？因為我想做物理學家，係咪？咁理論物理精研嗰個要求就會相對高啲，好明顯，因為 elite 噶嘛，係嘛？咁elite在於第一，你入學嘅時候嗰個物理同數學嘅要求都要高啲嘅。如果你睇翻4601，即係大類收生咧，基本上個 minimum，即係你中英文33，數學2咁當然呢個呃人㗎，你唔會諗住332就可以入到中大理學院㗎，我估。OK，咁但係嗰個 minimum requirement 嚟嘅啫，係咪？咁但係理論物理精研嗰個 minimum requirement 係高少少嘅，你會見數學咧係要4嘅，你攞住個2咧咁就好不幸啦，可能你入大類收生，然後再努力惡補下先。OK，咁所以呢個係個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數學。物理因為物理精研你攞個數學係攞個3，咁你都唔好意思嚟讀物理精研啦，可能咁所以至低限度你攞個4啦，係咪？咁我一陣會 show 俾大家睇，我哋例如今屆入嚟嘅同學大部分佢係攞啲咩 grade？ 咁仲有就係我哋即係當你計分嘅時候，即係特別係 DSE 嘅同學我呢度唔會主要講，我主要講 DSE 嘅，即係如果啲同學係讀 IB 或者其他課程咁，一陣留低可能問我少少啦。咁如果你物理攞咗5星星咧，你會發現咧，你嗰個排嗰個名次會高啲，因為咧嗰個 weighting 係高好多嘅，合理啊，係嘛？咁如果你音樂攞個5星星係冇關係嘅，對於我哋係咪？咁數學或者 M1、M2都係啦，因為我哋數學係呢個物理世界嘅語言嚟嘅，你唔識數學咧係唔會讀得好物理嘅。咁所以數學一定要求高，
所以如果你數學好嘅話咧，嗰個 weighting 亦都會係你會見到係高啲嘅。咁其他嗰啲就會係個 weighting 就基本上冇乜特別。咁啊，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你 turn out DSE 你物理、數學 M1、M2嗰啲成績係特別標青咧，咁你就會發現咧，你可以預期咧，你喺我哋排隊上邊咧就會係競爭力就大好多嘅。OK，你其他嗰啲閒科啊、音樂啊、地理攞5星星，你嗰個分數咧喺我哋嗰條隊路咧就唔會特別標青嘅。OK，雖然都唔會差，但係都唔會特別標青。咁啊，呢個 elite program 咧，我哋基本上每年都係大概收20人左右，有時多少少，有時低少少嘅。咁啊，有時我哋會 overshoot 咗1、2個，咁所以下年就可能會低咗1、2個 quota 咁。咁例如我哋今年入學嘅同學，啱啱9月入學就有22個同學，咁啊包括埋 DSE 同埋 IB 嘅同學嘅。咁啊，一般情況之下呢個 program 基本上大部分嘅 quota 都係 DSE 嘅同學，每年可能有嘅話都係得1個起2個止嘅 IB 同學或者係 GCE， 不過非常之少。OK， 仲有一個 remark 就係如果你有興趣讀物理發生嘅，因為有可能咧你中學嘅時候讀書讀得唔好喎，但係唔代表你唔可以成為一個好嘅科學家噶喎。OK， 得唔得？如果你中學嘅時候喺中學嘅教育入邊發覺你讀得唔好，你唔足夠分，預期都唔會入到理論物理精研，但係你對物理有熱誠，咁其實你可以揀大類收生，即係只要你滿足咗大類收生，即係4601啦。入咗理學院之後，頭先我講，只要你入咗嚟理學院，你願意嘅話，基本上填張 form 就會變成物理學生噶啦。咁如果你變成物理學生嘅時候，其實只要你喺大學嘅時候讀得好，係會發生嘅。有啲同學中學讀得唔好，但係入到大學學習嘅模式完全唔同晒嘅，佢係讀得越嚟越好添，可能 OK。咁佢係可以有渠道係變成理論物理精研嘅學生 OK， 只要你係足夠好，得唔得？你成績好嘅話，有時有啲大類收生入嚟嘅同學，佢讀得比我哋理論物理精研嘅某啲同學可能更加好，係有發生。OK， 咁佢中意嘅話，亦都係填張 form，只要佢成績達標，就會轉為理論物理精研嘅學生。OK， 唔係講古仔氹大家，係真係有唔少嘅同學中學係讀書讀得唔好，不過入到大學嘅時候，佢越讀越好。OK， 跟住變成科學家。OK， 不單止係物理，喺唔同嘅領域都會有呢啲咁嘅。OK， 調翻轉咧，中學嘅時候讀得非常標青咧，不過入到大學嘅時候咧，可能係越讀越差嘅，亦都有。OK， 咁啊好啦，呢一版可能係比較有興趣嘅，就係理論物理精研嘅同學，佢個入學成績啱啱今年咧，其實年年都差唔幾噶啦。你會見到喺中間嗰個同學佢個物理有5星啦，等等啦，係咪？咁呢度 program weight 咧，呢個數字係咩數字咧？就係你記得啦，你記得我講物理個 weighting 係最高嘅，乘2嘅，所以呢度咧首先5星星咧就變成8.5呢個數字再乘咗2，跟住喺呢個你揀呢度最好嘅5科入邊咧，就係根據嗰科，例如呢個同學數有5星星，咁啊呢個係變轉化為8.5再乘1.5，因為數係1.5嘅 weighting。跟住搞下之後咧，佢就得到一個數字叫做52啦。咁呢個同學就係喺我哋啱今年入學嘅呢一 group 人嚟入邊排1/4，頭嗰1/4嗰個同學。呢個就係尾嗰1/4嗰個同學啦，係咪？咁都唔差，你見到基本上都係平均都有5。OK， 所以就我頭先咁講，呢個係一個 elite program， 入學嘅同學入得嚟讀得呢個 program 嘅，一定係入學成績好。OK， 嗱，咁啊，我哋係好啦，我都唔記得咗係中大幾時開始有呢個叫做 STEM 嘅英才計劃，應該都至少有好幾年噶啦。呢個 STEM 嘅英才計劃係做啲咩嘅咧？就係做啲佢真係 STEM 嘅英才，
free cam 吧或者係數呢啲係非常之高分，不過咧語文能力係差咗少少，可能中文或者英文唔達標。OK 啊，咁點算咧？即係你知道中文同英文要攞3咁噶嘛？咁如果你突然間是但一科失咗手，咁你攞個2，咁原則上你就唔符合嗰個 minimum 嘅大學入學嗰個要求。但係 STEM 呢個英才計劃咧，就係希望咧俾多次機會呢啲同學。即係不過佢要係英才啊嘛，咁即係至低限度咧，你例如 Phy Chem Bio 呢啲理科嘅科目啊，數啦，包括埋M1、M2 嗰啲咧，你係至少有3粒星。即係例如你嗰啲有3科 STEM 嘅數，有可能係5星、5星、5星，或者係5星星、5星星、5星星咁啊，係嘛？不過你中文或者英文失咗手啊，如果你2科都失咗手啊，幫唔到你嘅，因為個條件就係你最多淨係得1科失手 ，OK？如果你2科中英文都失咗手咁就唔得啦，我 sorry。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喺個系統入邊咧，即係中大系統以前咧就見唔到呢啲同學，只要你即係中英文是但1科失咗手咧，其實以前咧就已經唔會喺個系統入邊出現。咁而依家咧，只要你滿足呢啲咁嘅條件，你失咗少少手咧，咁其實個系統仍然都會保留你喺度，跟住我哋就會逐個 case 去睇嘅。OK，即係可能會有 interview 咁。咁呢啲就係希望盡量就係希望好似一啲咁嘅情況，有啲同學唔好一次失咗手，咁不幸失咗少少手係嘛，咁就冇咗個機會。OK，咁啊好啦，咁啊我呢個 admission talk 咧就完結啦。咁啊，如果同學有唔同嘅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或者係 email 嚟我哋 department 啦，或者係瀏覽我哋個 website 啦。咁如果有同學有問題，咁我諗你哋留低問我啦，因為可能有啲同學或者家長趕住去睇其他嘢噶嘛。咁如果有問題就留低，我企喺度等你哋問問題啦，好嘛？OK，好啦，拜拜。